广告牌子应该放在哪里？啊，广告牌子，我个人认为广告牌子一定要在这个室内马场和马球场分别各放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地方是我们全马场最吸引别人眼球的地方。这人怎么那么眼熟啊？我也觉得。你的香水很迷人啊，Thank you。那继续。继续啊，是这样的，我们唐人马球马术俱乐部是全北京唯一一家可以参加国际级马球比赛的马场，它拥有全亚洲最大的室内马场。最主要的是我们的马匹都是我们的董事长刘诗兰先生在世界各地精挑细选来的马匹。最主要的，他们都曾经参加过国际级的赛事。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212匹。所以您相信我，我们的俱乐部在全中国一定是数一数二的。我相信你的介绍非常精彩。现在我想知道，你们这边有多大？啊哈，7、5岁。7、5岁。Yeah。不错 ，perfect size。但是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们能放广告的面积有多大？麦克先生，对不起，我完全误会了。完了，别跟着我了。说了，你俩别跟着我了，不要让麦克找着我。冬眠，别跟着他了。麦克先生，这边请。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会所了，现在作为餐厅和咖啡厅在经营。当然了，如果您想把它做您的奢侈品展的话，这个我还得跟我们的田总再商量一下。你这个整个马场，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这里。真的吗？那太好了。怎么样？